续来看台北市一个68岁客停车司机，平常时拢是伫个内湖美食大卖场的头前咧排班。讲有一个电动车加盟店的区经理委托这个司机载食物到因附近的加盟店，但是这个司机袂晓用科技的导航，对车阁对甲无去，结果踅路踅证据才到位。讲这个区经理真火大，共占这个客停车的马库尼亚共占害，怀疑司机想要侵占食物。这司机是真委屈，到警察局来报案。司机的后生嘛出面讲老爸实在冤枉。摕手机翕客停车，真了甲看路边的麦克尼亚有真侪分食，想要使用，该用手变开。林先生唔敢讲，这是爸爸心爱车，嘛是趁钱的工具。平常时拢伫咧内湖大卖场摆班，前几工都有人跟载车去指定的地点，却因为找无所在，都扣人欺负。对方是拿出了 Google Map 给他看，那其实爸爸已经是一个年近70的老人家了比较没办法使用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说，那我们就是车跟好这样子。爸爸那个时候后来呢是在目的地的周围，在那边打转代志发生伫咧8月7号下晡要4点左右，本来5分钟到10分钟的路，林先生讲爸爸驶超过30分钟，真无简单到想要收车钱，对方说甲讲。你也好意思，佮讲食的已经扣迄个海去，尾仔佮找同事一人一支卡占伊的麦克尼亚，互爸爸当场惊甲硬去，尾仔敢来当紧甲麦克尼亚倒起哩，鼻仔猛来紧走。这个占车的查甫人是内湖电动车加盟店的区经理，尾仔伊佮伫咧网络铺文，讲家己有心望修理车的内行人，尾仔决定先破坏修理费较俗的麦克尼亚，佮讲无甲规定落来，无做刺激的。这唱秋的话，和林先生真不满。双方沟通有误。当下，如果你是选择跟我父亲索赔你们坏掉的食物的话，合情合理。看到他的确是有犯例。送的客停车修理费爱8000是，尾仔林先生嘛决定告毁损罪，替爸爸画冤枉。电动车业者嘛出面讲，已经甲受害家属回失礼，嘛且当事人主动联络受害者回失礼补偿。未来因会教好员工，卖给处罚。毕竟68岁老爸出门做这工课，说巧恶一个人安尼甲对待，讲希望卖过后一个受害者。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